北市一间百货公司邀请到周杰伦甲韩国的艺人金智媛参加到品牌的开幕会，结果伫外场发生着插曲，有一台警车到场来看到违停的车辆，原警落车的时阵，袂记得扭迄个手动啊，警车怎倒退路，启动着主办单位免入的迈巴赫这种牌子的车，这种车一台将近要1000万，这下真正是歹在咯。 警察车拿起喇叭，拿到倒停车，想要到一落车，就出意外。当要落车尔，警察车随倒退路，车顶的警察嘛袂负反应，直接去弄到后边迈巴赫。 代志就发生伫昨9点多，台北市中孝东路的百货公司举办开幕记者会，邀请天王周杰伦和韩国的女明星金智媛共台去引导真济民众，人来客去，煞嘛出现交通乱象。再往前有管制吧，所以这边就没有汽车进来。 当时主办单位的车子就停在红线上，远警到场想要驱离，不过疑似下车的时候打错档，就这样撞到后面的迈巴赫名车。当时远警敢若用爱的鼓励节奏来自喇叭看到违停的车辆，落车时阵，佮对翕相的民众来发声，严格无有手动啊，家己先出车祸。另远警违反相关规定部分，依规定查处。这台迈巴赫就要900万，是主办单位做来被接送贵宾。除了内装车花，性能嘛真强，时速为0加速到100公里，敢若需要5秒。临时插伫路边，刷去互警察车弄。虽然讲双方应该拢有保险，严格一声要赶违停，但都变做警察车直接侵落，恐吓远警嘛惊一个袂死的。 Hello， 我是易景，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